无法八公，伫客家庄，伊内都有八公。八公是汉人最亲的神。伫庄都有一个很多无法的老人家，大家人要喊佢八公。从小，佢就强干义托，下后学会同人看片、开药单，成家后。甲本娘伫屋檐下卖板条，伊个还算大平高。毋管开药单卖草药，也是卖板的。家敢毋会本人查事，伊就用纸记起来，寄去输钱。万一拄到较苦的人家，伊就会毋盼得，去甲点点的转去。输无钱。甲本娘就会买佢药按无用，无法牵话自家嘅本娘，骗人较辛苦，因人咧过会去就好，所以呢，佢将甲本娘偷偷的去同人输钱，就同佢头死蛋拿去警视厅发特，佢伫神明面前讲，一条钱是人过不将收到嘅，莫计较诶。年4年无法老诶，有一日佢又同死蛋拿去警视厅发特，佢同神明讲，我发特一生人嘅死蛋，无卡无卡苦，一家人平平安安，就是清大嘅福气。因为佢饲有两个照顾状况人，受到大家嘅敬重，一下贵庄嘅人都喊佢八公。